Tesla 咧就係一個好經典嘅例子，點解你一定要止損？2020年嘅時候咧 ，Tesla PE ratio 已經達到500嘅情況下咧，佢後續咧依然持續上升超過咗500%。但喺佢到頂之後 ，Tesla 作為當時最出名嘅明星股，後續嘅股價竟然係可以跌超過70%。呢個就正正同大家講點解我就話趨勢交易員，我哋係會買被 overvalue 嘅股票 ，PE ratio 非常之高。並唔代表呢隻股票唔會繼續升落去，唔代表我哋唔會喺呢隻股票上面賺到錢。但喺回調嘅時候，我哋一定要離場。就算係 Tesla 咁大間嘅公司，都可以喺高位度下跌超過70%。更加唔好講一啲細公司，如果俾人 overvalue 嘅情況下，如果你選擇咗長 hold 唔走，可能永遠都唔會翻去你買入嗰個高位。就算有一日俾你咁好彩翻去你嘅成本價。呢一個可能已經係幾年之後嘅事，而第二個原因就係，如果你睇圖見到 Tesla 已經係趨勢開始向下，形態已經開始被破壞，代表緊呢一個股票咧已經冇資金去吹捧。當初你入場嘅原因就係覺得 Tesla 會沿住佢嘅趨勢繼續上漲，呢個理由已經消失咗嘅情況下，你就應該及時止損離場，避免發生更大嘅損失。